哇！有一張卡今年升咗接近1倍啊！呢張卡就係廣島比卡超啦！廣島比卡超出自2025年廣島特別禮盒，為紀念廣島 Pokemon Center 開幕而發行嘅專屬限定 promo 卡啊！點解佢升得比同期嘅東北同福岡更加勁呢？關鍵就係佢背後嘅鯉魚龍情意結啊！卡面設計融合咗比卡超同紅色鯉魚龍，並以廣島嘅鯉魚旗同波浪圖騰作為背景嘅元素。紅色鯉魚龍正係廣島 Pokemon Center 嘅標誌性嘅角色啊！實體店門口有紅色鯉魚龍嘅雕像啦，同廣島東洋鯉魚棒球隊嘅地方文化一脈相承喎。呢種城市限定加專屬造型嘅設計，令呢一張卡超越咗純粹遊戲道具嘅定位，成為具有文化故事性嘅微型藝術品，可以吸引遠超卡牌玩家圈嘅廣大收藏受眾啊！嗱，數據咧就唔會呃人，雖然3張卡同時推出，但廣島版嘅 PSA 10咧需求量係最高，加上禮盒產量有限，市場供應已經開始斷層㗎啦，價格自然一路向上衝。廣島比卡超 PSA 10由1月2300蚊，而家已經去到4200蚊㗎啦。廣島禮盒只需要1200蚊啫喎，而一個禮盒必出一張廣島比卡超嘅 World 卡。如果呢一張卡個價格持續上升咧，呢個禮盒有可能會升到3000蚊㗎。想了解最更新 Pokemon 卡嘅資訊，留言廣島啦，我就會私信你㗎。